1999很好，小向阳真欢喜阮夫妇。小姊很好，我有卡脑背个操心、操耳、操屁，操到我规家人都无法度睡目嘞，是得请远同我分享无？当然无问题，请问杨顺亲夫呢？我是彭曼妹，彭小姐很好，请问是乜个种个草音呢？我能有卡脑背当头铺路，列下几件半夜hand头施工，列是施工草音，马上阮通报环保局稽查太水，先同确认一下，处所在哪位呢？我有卡处所是向福街6巷8號，向福街6巷8號。嘿，好，彭小姐，同核对一下，反映向福街6巷8號有鋪路街施工草音，希望環保局那邊去稽查。錯，羅蘭請問一下，方便提供聯絡電話嗎？0123456789，空日23456789。請問處理了後，需要稽查太水人員回填或者發簡訊本嗎？好，我再麻煩回填本我。嘿，這片馬上阮處理。請問彭小姐，需要記錄案件編號嗎？唔是，無關係。已經阮完成通報。請問還有其他事情業務是在阮夫婦嗎？現下是係那個噪音問題，麻煩了。好，冇問題。羅蘭也該來填，將來了。